一年開發咗300個 AI 智能體，最成功嗰啲用戶根本唔知佢存在。聽落好似好矛盾，但係呢個就係一個 AI 從業者做咗1年智能體之後最深刻嘅領悟。咁你有冇試過呢？轉個身呢，就文件已經自動分類好啦，會議已經幫你排晒啦，數據已經清洗完畢啦，就好似一個頂級助手啦。佢唔會問你做唔做啊，而係你需要佢之前已經靜靜咁完成。呢個工程師用過 Cree、LangGraph、AutoGen， 自己仲寫咗框架啦。但係佢最後發現框架唔係重點，流程先至係比再多工具一個 AI。如果佢唔識點用，一樣係廢。技術嘅最高境界唔係炫技，係消失。當 AI 靜靜陷入流程，唔需要你特登去用佢，先真正開始創造價值。好多人以為俾個目標大語言模型，佢就會自己知道點做，錯晒。智能體嘅能力上限呢，取決於你俾佢哋上下文、清晰嘅指令、啱用嘅工具、有用嘅記憶。冰冷嘅代碼需要溫暖嘅理解，複雜嘅算法需要簡單嘅使命。真正嘅智能係讓人做返人應該做嘅事。智能體本身唔係產品，而係催化劑。佢唔係主角，而係幕後推手。未來每個產品背後都會有智能體喺度運行，處理人類唔想應付嘅複雜問題。但係最好嘅體驗係你根本察覺唔到佢存在。未來嘅競爭力唔在於你有幾多 AI 工具，而在於有幾多智能自然流淌喺每個業務環節入邊。識得用 AI，更要識得藏起 AI。我係 Fanny，下次再同大家談世界。